延中抽水站由国产署无上半用1.9公顷用地，主要是设立一座8 CNS 的抽水站，甲1万栋的地方池，希望有效解决安南区本年寮甲溪心寮长期积水饮水问题。伫中央补助1亿9000万，加上市府自筹款2300万的经费，今年3月底已经顺利完工，所有设备拢投入运作。预计达到安南区有85公顷的保护面积。市长委体甲立委陈廷辉嘛特别到场关心，希望有效治水解决问题。原理就是很简单，就是外水高于内水的时候，要把闸门关起来。关起来的话，内水排不出去，就会往外溢，所以我们把它抽进外面来。所以用这样的方式，希望能确保，因为我们也不能把这么大的土地都垫高啊，因为这边本来就比较低洼，所以用这样的方式。这个初期15每秒钟15，到这个明年4月就每秒钟23，还有安中抽水站24，那加起来就47咯。23加24就47了，那将来可以更加的对于我们安南区，尤其是这个海当这个我们的天马电台周边，因为天马电台将来也要发展，那个地方也不能淹水所以说将来这个地方的保护会比较周全。根据了解，虽然延中抽水站本身地质的状况甲大排水位有条件限制，时间过程面临真侪挑战，不过拢一一克服。惠阳水利局嘛表示，中央水利署已经核准补助，预计明年4月搁再增加2台4 CNS 的抽水机，完整抽水站的设备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